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元首因为加沙战争嘛影响到全球。伫17奥巴杯伫阿姆斯特丹的举行的时，有几载以色列球迷互攻击。14号伫法国巴黎，阁有一场以色列甲法国的卡球赛。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讲，伊会去看这场比赛。巴黎警方嘛出动4000个警察甲1600个工作人员来维安。 今麦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地图卡去大声喊，警方想要将伊救起来，也毋过伊拒绝。早早伫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水坝广场，大批挺巴勒斯坦民众违反禁令，伫街头示威，要求赶紧结束以色列伫加沙的战争。根据路透社记者的报道，警方是伫地方法院批准市议会的示威禁令了后开始行动。除了驱离示威民众，还有就100人，互警方逮捕。 带上警备车，搁载到市区才释放。另外，有一名示威者伫冲突中受伤送医。Free, free Palestine! Free, free Palestine! 七十的事件是17球赛爆裂冲突的延伸。比赛了后，反犹太球迷对以色列球迷以拍了就走的方式攻击，有人安尼受伤。迄日有真侪人互逮捕，当局就下令禁止集会3日，随后还搁延长4日。以色列提醒海外公民注意以示威名义的暴力攻击。 מדובר באנטישמיות מסוכנת שמטרתה להפוך את היהודים ומדינתם לחסרי ישע. מיד לאחר ההתקפה הנפשעת התקשרתי לראש ממשלת הולנד. הוא אמר לי שהוא מתבייש, כך הוא אמר, מתבייש. 这是以色列会到法国巴黎继续进行欧洲国家联赛的赛程。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要出席，到时阵会安排4000名警力，佮加1600位体育场工作人员确保维安，严防伫阿姆斯特丹的攻击冲突佮发生。公司新闻为民编译。